后厨好生合，阿肥公庙内边你煮咁样嘅麻油嘅料理。今日要煮麻油卵蛤蜊面线。哦，麻油卵来หั่的面线。哦，今日准备嘅หั่的动态杂哦哈。呀，之前对种下冇หั่的，要หั่的海参的，所以就辣的。辣，四只的。辣，好。个甜豆豆啦，个我个河流、河巴个啲水流嘅地方煮就。哦，今日咩我都หั่的啊。然後河巴咩หั่的咩嗬？河巴都หั่的。呀，多蛤蜊。海參咧，海邊當就，要用它太雜，係啊，是唔一樣呀。你之前我咪做兩套料理嘅，補血啦。補血，然後當中有唔看有按樣嘅腳麻，有卵啊，當中做嘢嚟啊，亦係講婦人家是當好對身體行血。身體嘅它血尿嘅時間，在上次哦，天氣。它寒天，這批它重的時間，就是椰出就當好。好，咁樣嚟讓天數擘解。然後切姜麻片。好，讓嚟喂。姜麻片咯。好，咁椰片一開始先做。椰片係先來煎麻油卵。煎麻油卵。卵再先煎起來。卵細槍嚟話，是隻烤。個冇快睇嚟哦。然後煎。哦，用它保險啦，哈。唔好講哇，貴下全部。烤到一隻問題度，喺講烤3隻，第3隻係出題咧，哇，回鍋個就快強強。快強強。所以哦，亂出嚟啊。慢慢嚟烤，俾啲麻油落去嗬。呢嚟麻油。姜麻片落一刀誒，按用拉嘛。拉哈。依按用誒姜麻皮有泡然後冇泡，咁有髒。冇泡出講較冷啦。冇泡較冷，那泡起較熱帶。有啲人講泡皮泡體，因為食得你再濕濕喎，火叉，佢個皮來泡體。也用係麻油啊，麻油。啲麻油本來就溫補嘅咪嗬，所以較熱咧咪嗬。唔加時愛本佢食得較熱啲，就泡皮。唔過唔加時愛綜合夾嘅樣嘅。熱的感覺哈，就唔會比按熱溫就講溫補就愛留皮保留下來。哦，你卵哦，唔是講煎到凍漿啦，煎熟了就好的。因為底下冰到糖啲度嘅咪哈。大家都冰到等於煮啊。所以要芹菜安尼煎就熟咗的。卵就我比熟哦，這生意的是人正哦。你講兩套料理哦，我就不卡就容易生意的哦，是兩套料理就卵都來煎它熟掉誒。講生意都講冇熟啊，這個卵哦，是個安全的問題。係拉嘢。人家筍係拉嘢咩嗬？我筍嘅，我筍嘅。OK，咁樣乜嘢要多部卡種嘢嚟冇？要誒。要啊。攞嚟帶強啊。係嘛？出去帶。哦。要個阿爸冇煮。嗰種要攞嚟種嘢咧。要啊。佢種嘢嚟做乜嘢？做雞酒啊，做麵線卵啊，將啲做啲麵線卵。咩種嘢嚟食得咩嗬？食得啦。麵線卵，然後煮到嘅雞頭啊。雞頭。豬腳。飯頭豬腳，然後燜豬腳，哇，這就差不多有嫩啦。是它有嫩。生意呢就叫餵母奶咪哈。是有。然後是牛奶的生意哦，能夠很牛啊。差不多高敏。身體的抵抗力它差啲嘞。是阿妹呢哦。食起來哦，抵抗力較弱，它唔會，我做呢差唔多8人嘅哦。它冇寒度誒，嗰個生意嗬，抵抗力也蠻好，它冇寒度。我哋按卵神建議來嗬，不用去啦。你啊，純天福係叫啱嚟姜麻誒，冇姜麻煸啦嗬，姜麻就來煸，後來伊煎伊了，煎下嗬，啲香味哦，姜麻香味來煎出來。因為有上時啊，我煮嘅用嘅，像麻油酒啊，後嘅酒嘅時節啦，我夫婦嘅用嘅手掌咯。
麻油炒高火的，还有嘛，还有你给姜麻哦。一般你做嗰種切片的。係啊。其實姜麻嗰種劈嘅呀。哦，砍嘛就好。大大的吼，大比爛的嘅，只不過個姜麻汁讓它走出來。你至於的話，你嗰種貴地去炒，炒咗高火的就炒出來。cái thống theo cho phù phù. Này có chỉ em kêu nó lấy bẹp bẹp, bẹp lấy, rồi hành này làm bẹp rồi. Hành này đâu cái gì vậy hả? Để cho cái thống theo. Bẹp cái thống theo. Cái miếng xiên mình要miếng xiên cái để它做来thống,先來煮湯。先翕啊，要翕啊，來就搭，呀，係咪個煮骨湯，呀，翕下，翕開哦。但係你滾嘅面，下年大概嘅時間，亂撈面先就強下落去。假設你上個是很牛的話，係咪一下就做得不用亂？你還不用亂做的。不用哎呦，硬滾，這樣用個軟就會，個湯就會從嫩樣啊。從嫩色種。我留一隻來，不用打杯。可能上個是樣嘅感覺啦哈，我是清湯哦，就清米冰。假設我是很牛嘅湯就。一下就做落去。其實咯，你是咁識酒嘅人啊。應該面先落個鹼嘅時間嘛。我起鑊嘅時間，米酒所落去。米酒落去嘅時間，將落個湯頭落去。哎呀，以後哦。你還因為你要生意要食啊，所以冇變米酒。小朋友食。冇啊，有冇生意小朋友？冇生意啊。哎呦，係啊，係就小朋友啊，我識得。兩補品出來啦。生飲湯飲都是的，你那個煮梅煮麵線，迄講生飲咧，本身顏色就冇不用酒，迄講哈湯顏色就做得不用調味酒，不用調酒。估送我一下咧，就樣暗示一下，暗示啊，阿肥哥哈，米酒準備好咧，但哦，然後就放裝好食酒啊，係啊，因為唔係我其實我唔好食酒，我係為小虎爭取嘅。小虎係啊，我味道麻油亂哦，冇變啲米酒噻，個湯頭出茶嘅。茶一些的米絲啦，米絲出茶當多。係啊，我變到酒精的東西哦，小虎嘅那樣規模嘅難嘅。哦，種下人一家種米，種穀一家焗嘅米酒，個鹹啊香。唔過你咩講做咩私釀酒？咁你可以做合法吧？我要去登記啊！登記，佢係麻煩，這個冇買啦嗬。自家識煮好咧。自家識就好。你可以好哦。你入邊麵線做湯嘅。麵線係咪有的會係鹹嘅？係哦。古說。佢降快嘅哦，所以做嘅時間就冇。唔該，哇，唔該，你打開來嘅。哇，然後佢湯嘅沖嫩樣嘅嗬。哇，你真係試下湯頭嘅，試試的。唔看。我而家就細行艱苦哦，黏啲啊！很艱苦嘅啫。其實咧工幹嘛啊？嘅工作是當艱苦嘅。現在很艱苦，很好食咯。你面線都冇做完久嗬？冇完全冇不用鹽嘅，唔過佢鹹嘅地度已經有鹹嘅，古時候用不用啦，食菜很好食咯。你本身海底度有熟嘅呀，所以佢底部度有海水。麵線唔是用湯久咩哈？湯係2分鐘嘅啫喎。哇，我綿。去接砂鍋咯。哎呦，安南絲啦。哎呦，幾碗呢？好。佢也不用上氣嘛？好啊，跳回來。跳係嘛？係補湯哦，你啊。係啊。清補哦。個夾，酸的可能冇10分鐘就好嘅。冇可能做嘅哦。要是補哦。那就講煮湯酒。壓一碗啊，係愛食的啦。唔過小虎就加壓一米啦，米酒。哎呦，不得喎！馬上聽數啊！來，也就阿肥哥煮嘅。嗰啲麵線，煮好咯。
较教人做到主动麻酒料理，除了上到阿妹之前做的麻酒酒，还有一套哦，主动做生意，在一个身体较弱的时间，可能你知道麻酒软，现在状态就做麻酒软面线，如果不用หั่的，应该是用หั่的，水豆度哦，荷巴掌就做得到，俩加入俩的海产哦，海扣个那种杂的，薯的多的哦，在起面多啊嘛，蛤蜊哦，太杂的，像阿老两面线乱煮啦，一个汤头变哈甜，犹如吃的多人容，如个甜味，所以我俩转用两种来搞腔啊，煮腔啊。麻油蛋蛤蜊面线，先用麻油煎软，面线煮熟准备，添姜麻爆香以后，加หั่的皮糖、柑橘，煮差不多5分钟，之后再加了水煮米滚，加软面线，还有米酒一点点盐调味，安尼好食嘞。麻油蛋蛤蜊面线就做好嘞。